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汝虫，今天起我将带大家开启一个南京的旅程。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夫子庙，到南京的必游景点之一。夫子庙和曲阜孔庙、北京孔庙、吉林文庙并称全国4大孔庙。今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，以夫子庙为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孔庙的建筑结构，这个都是有套路的。第一个常规建筑叫照壁，就是河对岸那块全国最长的照壁，长110米，高10米，上面雕着双龙戏珠。照壁后面一般有个泮池，也就是半圆形水池，但是在这里夫子庙直接拿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当作泮池了。孔庙都是沿中轴线布局的，前方这个像牌坊一样的门叫临星门，临星是天上的文星，过了临星门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孔庙的地界。然后就是孔庙的大门啦，又叫大成门，意思是孔子及古代先贤思想之大成。一般江苏这边的学子考试升学前都会来祈福一下。进来了，这边两侧是孔子的8位弟子：闵损、冉耕、冉求、端木赐、冉雍、宰予、颜远和仲由。不过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不在这里，颜回13岁拜孔子为师，终生待在孔子身边，所以他肯定就待在后面的大成殿里了。据说孔子一共有72弟子，其中有28人的事迹见于书传，其他的只知道姓名。到前面来，这是全国孔庙中最高的孔子青铜像，高4.18米，重2500公斤，落成于1993年，这些规格都超过了曲阜孔庙，可见南京夫子庙的规格。这边还有一个水缸，下面有几个盘子，看你投币能不能投进去。现在电子支付时代，大家硬币可能不多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旁边有专门换硬币的。然后我们就进到大成殿里来了。大成殿相当于佛教寺庙中的大雄宝殿，是孔庙中最重要的建筑。这个当中的孔子画像高6.5米，宽3.15米，是国内最大的孔子画像，又是一个第一啊！殿前左右两侧还供奉了颜回、曾子、孔伋、孟子4位的雕像，这4个人被称为4配。殿上还有3块匾额，这块叫斯文在兹，是光绪皇帝写的，意思是世间所有的文化都源于孔子。中间这块万世师表，康熙皇帝写的，这个比较好理解，孔子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右边这块与天地参，乾隆皇帝写的，参同三，意思是可以与天地并列为3，和天地齐名。这3块匾也是全国很多大成殿里的标配。殿前还摆放了猪、牛、羊3种祭品，这个叫三牲，是中国古代最尊贵的太牢之礼。然后大成殿里还有请心愿牌的，30块钱一块，在背后写上你的心愿，挂在下面，很多小朋友都在请啊，心诚则灵。大成殿四周墙壁上还有彩石壁画孔子圣迹图，用寿山石、青田石、玛瑙等名贵玉石镶嵌而成，每幅画高2.5米，宽1.3米，共38幅，这里面故事很多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网上搜索一下。出大成殿，这个后面有几块碑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块叫筹措朝考盘废碑，记录了清朝时候李鸿章
左宗棠等人捐出101万余两，作为江南一带考生盘缠路费的经过。这块是孔子问礼图碑，雕刻于南朝公元484年，记载了公元前518年，孔子从家乡曲阜前往洛阳问礼于老子，寻求巩固鲁国奴隶主政策的经历。这块是吉庆孔子庙碑，是元朝重建孔庙实立的，内容是由皇帝下诏提出以新学做事为政，重建夫子庙。这是南京仅存的3块原碑之一。这块是封至圣夫人碑，记载了元文宗班智加封孔子的妻子为至圣夫人，是南京仅存的3块原碑之2。这块是封四世碑，记载了元文宗班智加封颜回、曾子、孔吉、孟子为4亚圣的经历，是南京仅存的3块原碑之3。大成殿后面一处建筑是学宫，学宫总是和孔庙在一起的，这里是科举时代学子们读书的最高学府。这里有2个亭子，一个里面有个圣婴谷，一个里面有个礼运钟，大家在几撞钟击鼓，祈求学业有成，前程似锦。全国的学宫主体建筑都叫明文堂，但只有这里叫明德堂。这个匾额是文天祥的手迹，后来大家就不改了，沿用至今。现在里面已经改成雅乐宫了，这些是编钟、编磬等古代祭孔的乐器，会定期进行胡曲、雅乐等演奏，展示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古乐风貌。这边2边的墙上有明代祭孔的乐舞图谱。现在的明德堂里面是一个展览馆，介绍儒家文化。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由学校教育和生活教育组合而成。在生活教育方面，先人们将节庆、祭祀、家训、诗词乃至牌坊、宗祠等都拓展成文化教育的渠道，并通过这些渠道把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播到社会中去。这里面也有投币的，好像难度比外面那个缸更高啊。在明德堂后面还有一个尊经阁，现在是中国书院历史陈列馆，这里原来是楼上藏书、楼下讲学的地方，后来在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时期2度毁于战火。走马观花一下，这里有从宋代开始的书院的介绍。中国有4大书院：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松阳书院、应天书院，还有明朝著名的东林书院。这些仿佛又会开启一个新的打卡系列哦。夫子庙实际上有3个组成部分，大孔子的夫子庙作为学校的学宫和一个考场江南贡院。我们刚才已经去过2个部分了，下一个视频再带大家去江南贡院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。大家拜拜了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